歡迎嚟到 AirTel Tower。AirTel Tower 係一棟智慧樓宇，你眼前就係 AirTel Tower 嘅 Digital Twin 平台。進入 Digital Twin 平台後，你就可以瀏覽樓宇模型同埋相應嘅即時資訊。左邊嘅儀表板上，你可以睇到當前嘅天氣情況，下面位置就有各樓層嘅面板，而右邊版面就會提供詳細嘅樓宇描述同埋樓宇喺地圖上嘅位置。你可以拉動 3D 模型，以多角度瀏覽樓宇模型同埋相關細節。我哋嘅 Digital Twin 平台連接建築信息模型 BIM 同埋樓宇管理系統 BMS， 為用戶提供全面嘅資訊分析。喺樓宇狀態標籤，你可以監控每個月嘅能源耗用指數、各系統嘅實時耗電量、每月室內空氣質量、太陽能光伏系統嘅表現，以及各樓層嘅溫度等。而企業狀態標籤則會顯示樓宇嘅 ESG 情況，用戶就可以有效追蹤關鍵參數，例如溫室氣體排放量、用水量同埋廢物回收指數等。除此之外，版面上仲可以顯示到企業嘅員工管理資訊，當中包括培訓同義工活動時數同埋樓宇嘅可持續性認證等等。點選樓層人數鍵，仲可以透過我哋嘅 Digital Twin 平台睇到現時樓宇人數嘅虛擬熱力圖。喺樓層界面入面，你可以見到樓層嘅相關資訊。右面嘅儀表板提供實時室內空氣質量 IAQ 水平，畫面亦同時顯示實時房間溫度以及 CCTV 影像。點擊顯示熱力圖按鈕，用戶就可以見到樓層嘅實時熱負荷分佈。喺模型下方，你除咗可以監控當前樓層嘅現時人數，亦可以瀏覽樓層嘅24小時能源消耗、室內氣溫同濕度以及即時現場人數。通過 Digit Fusion 嘅 Digital Twin， 可以有效將 BMS IoT 同埋 CCTV 系統與 BIM 模型結合，為設施管理人員提供即時分析結果同資訊，有效促進樓宇整體營運效率。